继续来看，昨一个姓王的中国人驶树林船偷渡，要对南口的海边上岸，去让人抓到羁押禁见，因为牵涉到国安事关重大。这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是表示，这届海巡无人为的疏失，不过未来都要严格来监控，不管是用无人机也是红外线，都要加强海防。讲是为中国浙江宁波出发的姓王10人，坐赴兴华机的树林船驶向台湾南口的后溪出海口，要偷渡上岸被掠。送去进度治疗了后，经过海巡人员审问，14暗时移送检方复讯，因为伊无经过许可入境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有逃亡交传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有关14日在林口滨海公路查获的大陆籍男子偷渡案，在昨天晚间8点45分，涉案的陆籍男子经本署侦讯结束后，押解移送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王姓被告涉嫌入出国移民法未经许可入国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有勾串逃亡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海委会主委管碧玲透过面册强调，这摆偷渡案件海巡无人为疏失，不过海防需要大大提升。除了情监侦系统甲无人机系统，拢要升级甲部署，因为案发的地点是敏感的红色沙堡，强军可能登陆的地点，引起海防甲国安激烈讨论。我个人会认为，他有可能是进行一个所谓踩点的一个动作，淡水河为中心，然后往左右再去做一些延伸，希望去探找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他更容易的进行一些登陆。根据记者独家掌握的消息，姓王10人的树林船载真侪油桶，其中30公升的油桶3个全部用完，25公升的油桶2个，一个用完，另外一个是存不到15公升。他在正规登陆的时候，不可能用这种小艇，只有特种攻击，比如说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的特种部队会有几艘这种小艇过来，因为这种小艇它不能载重装备，也只能载3个人、4个人是没有意义的。专家分析，由母船航行到一定的位置，佮放出树林船，单纯偷渡的可能性较大。不过也认为，这几年几啊摆偷渡案件，全面建立红外线这现象机、情监侦设备，甲从事海洋巡逻机是正要紧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